聖經士師記6章15節，基甸說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瑪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可能基甸覺得好驚訝，我係一個好貧窮嘅人，喺瑪拿西嘅支派裏邊，亦都係最至微小嘅。點解神你要去使用我、使用佢、使用基甸嚟到去拯救以色列人呢？當神要用人嘅時候，你嘅背景、你嘅學歷、其他嘅一切都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嘅係咪神要你去做呢件事？求主幫助，基甸願意喺神嘅面前向神嚟到求一個嘅印證，因為佢要好清楚知道係神嘅差遣。求主幫助我哋喺日常生活嘅裏邊都清楚知道神嘅旨意，知道神要我哋做乜嘢，唔要我哋做乜嘢，能夠行喺佢喜悅當中，討佢嘅喜悅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